喺人一輩子裏面，真正令到你笑到最後嘅，從來都唔係因為你擁有嗰啲用錢買嘅嘢啊。當我發現你識得點樣去身同感受，同埋將心比己去對待你遇見每一個人嘅話，你唔單止會笑到最後啊，仲遠遠咁超越晒所有嘅人添啊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凌風 Windy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我會陪住大家自我去揾返自己嘅內心，去探索自己內在嘅心靈，令到我哋自己提升所有嘅內在價值。希望多啲人可以心靈成長，擁有返你哋自己幸福、逍遙、自在嘅人生。喺呢個時候，請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啊！多謝。喺坐火車嘅時候，見到一個飲醉酒嘅男人，佢腳步浮浮，唔小心撞到啲乘客。咁側邊有個小朋友就好驚咁樣問佢媽媽：佢係咪壞人啊？咁嗰位媽媽就答呢位小朋友：唔係，佢只係唔開心啫。有一句說話講得好好嘅，你永遠都唔會真正了解一個人喺度諗緊啲乜嘢，除非你着住佢對鞋，行過佢嘅路，企喺佢嘅立場，用佢嘅角度幫佢諗一諗，再感受一下。有一間工廠嘅員工，之前每日工作嘅時間都好長，有好多員工都好辛苦，體力透支啊。咁老闆知道咗之後，就縮短咗工作嘅時間，優化生產嘅流程。時間短咗，生產出嚟嘅產品數量就一定會下降㗎喇。但係老闆仍然保留原有嘅工資俾返啲員工。當時有好多同行都嘲笑呢位老闆，話佢唔識得計數，仲話佢呢間廠好快就執笠添。點知個結果係啱啱相反啊！工廠不但冇執笠，個盈利仲反而暴漲添。因為所有嘅員工為咗感謝老闆嘅關顧，大家都一齊加倍落力，做到最好，快速生產大量優質嘅產品啊！其實人心都係雙向嘅，大家只要學識將心比己，身同感受，就會方得人心噶啦。識得換位思考嘅人，通常都擁有大智慧。生活中難免會遇到不愉快嘅事，有人會斤斤計較，有人會寬宏大量，唔同嘅處理方法就反映出唔同嘅修養。外面冰天雪地，有位女士懶得出去買餸，就喺網店訂咗啲菜，訂咗啲肉，訂咗啲雞蛋，搵人送外賣。結果送外賣嗰位青年抽住啲外賣嘅時候，唔小心跣到，連人帶貨跌咗落地下上面，啲雞蛋都跌爛晒啊！跟住嗰位青年攞住爛咗嘅雞蛋，同呢位女士道歉話：對唔住啊！我唔小心跌爛晒啲雞蛋，我賠返錢俾你啊！請你唔好俾劣評我啊！跟住嗰位女士就親手接收咗個外賣袋，同青年講：唔該晒你啊，放心啦，我會處理噶啦，你唔需要賠返錢俾我啊！你快啲去送下一張單啦！跟住送外賣呢位青年深感愧疚，向呢位女士鞠躬，再講聲對唔住。後嚟呢位女士望住成盒跌爛晒嘅雞蛋，攞起個電話 send message 俾呢位送外賣嘅青年，內容寫住：你放心啦，啲雞蛋只係跌爛咗一隻咋，而家冰天雪地，你路上要小心啊！其實呢位女士見到一盒爛晒嘅雞蛋，第一時間唔係諗自己有乜嘢嘅損失，而係佢諗起嗰位青年人一定係跌得好痛好傷噶啦，所以 send 個 message 去安慰佢啊。如果多啲人去識得將心比己、身同感受嘅話，呢個世界一定會變得好靚。真正可以令到你人生笑到最後嘅，就係你識得換位思考、身同感受同埋將心比己啊！因為你有高尚嘅修養啊！無論面對親情、友情、愛情，只要多啲理解、多啲包容，咁樣你哋共同先可以走得更遠㗎。有一個夜晚，有人見到一個盲人手上揸住一個點着咗嘅燈籠行緊路，咁途人就好好奇去問呢位盲人啦：
你都睇唔到路，點解你仲要揸住個燈籠啊？咁嗰位盲人就答佢哋啦。正正就係因為我睇唔到人，所以先要揸住個燈籠，等人哋容易見到我，早啲可以避開我，唔使俾我撞到，咁就唔好啦。真正善良嘅人個內心總係先為他人着想，經常去身同感受同埋去將心比己啊！有邊個人一生會一帆風順，又有邊個人一直都會風平浪靜啊？見到人遇到難處，咪去拉一拉咯。見到人有不公嘅時候，咪幫一幫咯。人與人之間一定有唔同嘅地方，有唔同嘅職業，有唔同嘅遭遇，有唔同嘅想法。心同心之間總係雙向，互相陪伴，互相關心，互相體諒。世界萬物都係陰陽平衡，有太陽就有陰影，有苦難先知道乜嘢叫幸福啊！所以識得換位思考，互相包容，先係我哋畢生嘅修行啊！識得身同感受，將心比己，能夠企喺他人嘅立場去理解、去幫助佢哋嘅話，咁呢個世界就係你噶啦。因為呢個世界多一分寬容就多一分快樂，多一分理解就多一分美好，多一份體諒就多一份幸福。到時你就會心想事成，擁有幸福、逍遙自在嘅人生噶啦！希望你今日中意呢條影片，歡迎留言俾我啊！如果今日呢條影片令你清楚知道乜嘢係身同感受同埋將心比己嘅話，請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啊！多謝。